嘛是政治问题，副总统赖清德违建的争议继续咧拖长。新北市政府讲，只要会当证明讲，这个建物是伫民国70年前就存在，那呢就无算是违建。赖清德副总统早起嘛针对这个代志有做回应，强调讲，这本来是拖工的工寮，嘛愿意尊重新北市政府，嘛会配合去改善。 这栋伫咧新北市办理2层楼的透天厝，就是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的老厝。苏宏亚出到违建的证据，伊嘛亲身跳出来回应。在民国60年左右就拿到门牌号。那北部的区域计划施行对建筑管制开始日期是民国70年2月份。那换句话说，那个房子的存在，在根本上是没有违反区域计划管制的。 要求也没有所谓违不违建的问题。有网友公布空照图，发现民国68年确实已经有建到，民国75年同一个地点范围不变，经过民国99年技术范围有略略变大，边个出现到小小的灰痕足迹。那我们家那个老房子，其实年久失修会漏雨，所以呢，我们在民国92年到93年之间。 我妈妈跟我们兄弟就把它修建，所以基本上应该也没有违反新北市政府的相关规定。强调尊重新北市政府，嘛会配合改善。赖清德小时候是住在这里的，是很久了，不是前年才有的，那好几十年了。这栋建筑之后到底有没有申请合法？这个经过合法申请的一个程序，如果有经过合法申请的程序，那它应该就是合法的建筑。虽然厝边斗相共讲话，严格专家表示，就算讲时代记真久，那些厝主有去做合法的登记，也是得爱依法拆除。就是民进党自己本身，他过去打黄国昌的违建，打这个柯文哲的违建，打得非常爽，非常开心啊。结果呢，这个回力镖就打到这个赖清德自己的头上。为老厝违建的证据拖到政治的攻防。 要争取总统大位赖清德，面对质疑也是得爱讲清楚、说明白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